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大埔汀角路鄰近慈山寺嘅樓盤。項目坐落大路旁，車輛可直達門前，由政府道路貫通，背靠八仙嶺及慈山寺，面向吐露港，景緻優美。前方正對逾萬尺嘅紅樹林濕地保育區，環境清幽宜人。單位採3房2廳間隔，並設有主人套房。屋苑門前設有20B 小巴站，交通便捷。客飯廳寬約5.1米，深約3.8米，空間寬敞實用。客房採單邊開揚設計，可靈活擺放雙人床、書枱同埋衣櫃。廚房配備櫥櫃、星盆，已經預留煮食爐同埋抽油煙機位置，方便住戶日後安裝。客廳同飯廳以自然流暢嘅方式銜接，營造出合理嘅空間動線。該區域寬敞明亮，功能完善，適合家庭成員共聚一堂，觀看電視或者閒話家常，享受溫馨時光。客廁設有浴室櫃、洗手盆、坐廁同埋淋浴空間，設備一應俱全。書房採用彈性佈局，平日可作工作間使用，如有親友到訪，亦可化身為臨時客房。主人套房設有獨立衛浴空間，早晚繁忙時段亦都無需輪候，大大提升生活效率。套房內部空間寬敞，可輕鬆容納大床、衣櫃同埋梳妝台等家具，滿足日常起居需要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單位，更係一種尊貴生活方式嘅體現，適合注重空間、私隱同便利嘅你。歡迎查詢或者預約睇樓。